红孩儿是老君的私生子，哎，你这个说法就没办法自圆其说啊。红孩儿是老君的私生子，你这个就是你这就纯粹是一家之言，就是没有任何逻辑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你找不到任何支撑，你要自圆其说啊，明白吗？那你要这么编的话，那随便你想怎么编怎么编，有什么意思呢？你得把逻辑关系说清楚，对吧？什么原因？原著里面能不能找得到证据证明他就是他的私生子，明白了吧？为什么说这个是太上老君报复呢？对吧？报复天庭，报复佛祖，对吧？首先第一个，这个为什么玉帝一接到通知，他马上就派人去抓这个魔头？他明明知道抓不住，对吧？都知道抓不住，你打不过，孙悟空都打不过，对吧？你派的这个托塔天王、哪吒，那都是孙悟空的手下败将，你让他去抓这个魔王，抓得住吗？抓不住。但是他的履行叫勤勉尽责，对吧？他的履行他的职责，是不是啊？既然孙悟空来报案了，你不出警呢？孙悟空都来报案了，你说我不知道啊，我也打不过了，你想办法，那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你这去派出所报案了，你派出所能不管吗？是不是啊？那所以派托塔天王带着哪吒又过去，一帮人啊，结果孙悟空都说了，你们打不过，不要去。人家说了，你别管，打不过我也去，对吧？这是勤勉尽责啊，尽职尽责。结果这些人一去之后啊，对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孙悟空他认不认识这个金刚圈，这个咱先不论，但是托塔天王哪吒他是认识这玩意的，他怎么可能不认识呢？对吧？这个托塔天王带着哪吒带着10万天兵天将围攻那个花果山的时候，不是奥兰神去打吗？然后这个天兵天将把这个花果山围得水泄不通，对吧？第一现场托塔天王和哪吒都在，这些天兵天都在，是那个太上老君，对吧？跟那个佛祖啊，跟那个观音菩萨2个人，观音菩萨说我拿这个瓶子砸他，那太上老君说不能，你那瓶子一砸碎了，对吧？我这还有一个金刚圈，这玩意好用，所以他吧唧往一扔，把孙悟空给砸晕了。哎，孙悟空可能不知道这个什么玩意把他砸晕了，他不知道吗？那你天王和这个哪吒他是认识的，对吧？他们都是神仙的，那个什么宝贝，对吧？那识别率很高的，这谁用这玩意儿圈，那不就是太上老君的吗？他为啥去跟那个妖怪打？他不认识呢？人家把那圈亮出来，哎，他们不知道吗？他们都认识，那他为什么不跟孙悟空说你直接找太上老君吧？这玩意儿是太上老君的，都装糊涂啊，假装不知道，对吧？都来演戏的，反正我来，你把我武器没收了，你还得还给我，反正对吧？所以他们很放松嘛，很松弛啊，对吧？第一次没收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打仗的时候，第一次你的武器被人没收了，你第2次要不要小心一点？第2次孙悟空、哪吒、天王一大堆人啊围攻那个妖怪的时候，他们又是的，哇，武器全亮出来，人家他明知人家把这东西一亮，这武器就要收走，他们根本就不在乎，对吧？好像故意的让你收吧，你收走了，我好休息啊。你把武器收走，我打什么呢？不用打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休息就完了，等着就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防着的意思，说我他妈不掏武器，看你摸着啥？是我这武器，对吧？孙悟空也是，他们动不动就把武器掏出来，你明明知道人家的圈一收，你武器都得给人收走，他还一起掏出来，你知道吧？就相当于交给人家，赶紧拿走吧，拿走咱好收工啊，对吧？赶紧休息啊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那还有什么好打的呢？都打不过。完了，孙悟空夜里要去偷，那哪吒还拦着，咱至于那么着急吗？是吧？明天偷不行吗？你大晚上你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，大半夜里就偷武器，是吧？他们还调侃孙悟空说你就是个贼，你一天到晚就是偷，是吧？就是说天庭这帮人完全知道这个妖怪是哪来的，他们再说了，他跟老君好歹同事这么长时间，对不对？老君有些什么宝贝他不知道吗？托塔天王啊，他是不是啊？他不认识老君那个圈呢？老君逢人就吹他那个圈厉害，是不是啊？见着观音菩萨一吹，哎，你看我这当年画虎的时候啊，我这拿这玩意的，见谁的吹，对吧？这老君他也不是说我这个秘密武器我藏着，你知道吧？谁也不能知道，他见谁就吹啊，拿出来，当年就这玩意把他们全收拾了。所以天庭人没有人不认识的，我跟你说吧，都认识那玩意，对吧？但是都装着不认识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他就装着不知道这是这个老君，不想跟孙悟空揭破。哎，如果说天王说了，这就是太上老君的，那可是孙悟空就找太上老君。孙悟空太上老君是谁说的？玉帝说的。那不是矛盾变成玉帝跟太上老君直接就撕破脸了吗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所以说啊，你看天庭这帮人，玉帝派的这帮人，无论是这个托塔天王，后来派的那个火神雷公，还有什么管水的，他们都装糊涂，都认识，都装糊涂，对吧？来了，反正我就是出工不出力啊，我就是点个卯，对吧？我是按剧本演，对吧？你就不要把矛盾搞到自己身上，对吧？这是你们佛教和道教之间的矛盾，是你们整的事情，跟我没关系，对吧？跟玉帝也没关系，玉帝就是我得出现，但是我不激化矛盾，你不要把矛盾抱回家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不要把你佛道2家相争变成针对我，所以我得去，我要不去，那佛教他就见怪了，对吧？玉帝他不去的话，那如来佛就说，你看玉帝跟那个道家还是穿一条裤子，对吧？没有公正公平，还是穿一条裤子，袒护吗？对不对？人家报警了你都不出警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所以佛祖他要出警的，他要去，但是不能真管，假装不知道，对吧？好了。
如来佛你看看，如来佛更厉害，对吧？他笑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不能告诉你，我要跟你说，你他妈去找他孙悟空啊，你找他，然后你说是我说的，那人家不找你孙悟空，对吧？因为你是个你级太低，你知道吧？对吧？你只是个白手套，你是干活的，干脏活的，你知道吧？人家不会跟你一般见识，他要找我，这是佛祖说的，他会找我麻烦，所以我不能说。那怎么解决呢？给那个18粒金丹砂，而且跟那个他还跟那个降龙伏虎说了，这个金丹砂啊，如果人家收了，那肯定是太上老君，这个事情就成了。只要他收了这个，你就让孙悟空啊去找太上老君，事情就谈妥了，对吧？孙悟空就出个面，这事情就解决了。如果不收这个金丹砂，那这事就大了，这就结下仇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金丹砂实际上就是钱呢，就是送礼，你知道吧？拿钱出来诚意啊，我对吧？佛祖，我如来我认错了，对吧？带着钱来的诚意，对吧？18粒金丹砂给你送上，哎，如果老君笑纳，那说明事情解决了吗？对吧？你孙悟空再去，这事情就解决了啊。如果这个人家不要，你跟人家送礼人不要，那这梁子结大了，仇结大了，这个就不是金丹砂能解决的。你让孙悟空去也白去，那得佛祖出面，对吧？这佛祖亲自出面，怎么去找老君跟人家去谈去，明白了吧？那金丹砂是什么东西啊？金丹砂，对吧？你想想，那不就正是太上老君需要的东西吗？太上老君一天到晚那2个高炉，对吧？练这个练那个，不就要这个原料吗？对吧？相当于15235啊，对吧？而且还是分离好的，对不对？提纯的。你说，既然你给伊朗你提供这玩意儿，你给朝鲜提供这玩意儿，人家能不高兴吗？比送美金还好，是不是？那老君一看这玩意儿，有诚意，对吧？你送来的什么玩意儿？那有诚意啊！18粒金丹砂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是老君求之不得，那天天来对吧？锻造什么武器的这个原料的，炼丹，对吧？老君不就是炼丹吗？炼丹的这个极品原料，对，稀土。老君如果收下了，说明这个事化解了，对吧？就是你托人办事啊，你给人送礼，礼人家收了，那说明是人家要办。如果人家把你礼退出来，是吧？你送礼给人，人不要，把礼还给你，这事办不成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那佛祖讲的不就是道理吗？就是如果人家把礼收了，你让孙悟空去找了去，这事就摆平了。如果他不收这个礼，金丹砂他不要，那完了，你让孙悟空找了没用，还得我亲自出面投他去，是这意思吧？结果你看金丹砂一收，好，那个降龙伏虎马上出来找跟孙悟空说，行了，问题解决了，你赶紧找那个老君去吧。哎，这个时候他跑去找老君，老君立马对吧，装模作样的来再吹一遍，说我那玩意儿特厉害，你知道吧？今天啊也是我高兴，要不然你们所有人都要被吸走，对吧？谁也没招，对吧？现在看你们识相，对吧？你礼到了，赔礼道歉了，对不对？相当于赔礼道歉嘛。那行，对吧？咱事情不要做绝，对吧？要留一线嘛，日后好相见，对吧？凡事留一线嘛，日后好相见。那毕竟不要撕破脸，对吧？然后他就编个借口啊，他编了个借口说他那个童子啊吃了那个气还丹，而且是碱的，晕过去了，睡着了，然后那个骑牛跑了。你看看这个理由编的，是不是？你也不好说什么。实际上，你说老君那儿的这个仙丹，那恨不得每一颗上都有编号的，都有编码，也有方位码，对吧？各种唯一码、标识码，各种方位标识，怎么可能会少一粒呢？对吧？人家那玩意儿，人家炼丹都有流程的，就是回收吧、报废吧，它都有流程，对吧？一共原料是多少？一共对吧？坯子搞了多少颗？烧的时候裂了多少颗捣碎了，对吧？重新烧，那都是严格管理的，对吧？那怎么可能老君怎么可能还有一粒仙丹丢了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呢？是不是？人家一粒都管得很严的。那个孙悟空去跟他讨一粒仙丹，对吧？给那个乌鸡国国王，人家的一粒仙丹都管得很严，那都有编码，对吧？都有唯一码的，这你知道吧？你怎么可能会丢一粒呢？让人家随便吃了，这老君不可能这种人呢，对吧？老君管理是很严的。我那青牛精下去，他能不知道？这牛，你宝马丢了，对不对？你车丢了，我说你没车坐，他自己不知道吗？车的他7天没车坐，你说怎么可能呢？啊，哎，老君7天没车坐，他自己不知道啊？他天天就在猫在那个斗帅宫啊，不出门是吧？他不出去购物啊，不出去玩是吗？所以他怎么跟7天都没车，对不对？不应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老君绝对是找个借口，编了个理由，人家下山了，对吧？这就是老君故意的设了一个障碍。你看从那个妖王来说啊，这妖王也不一样，他虽然也口里喊着要吃这个唐僧，说我把它洗一洗吃，这个吃了唐僧肉啊可以长生不老啊，这个青牛精啊，但是他就是不急着吃，他连给唐僧洗澡他都没洗，他说等我把这个孙悟空给抓住，到时候安安心心的给唐僧洗个澡，然后再一蒸啊咱们吃。这个孙悟空没抓住啊，咱先不吃。你看看编的理由多好，实际上孙悟空的武器被他没收了，他也没想着说把孙悟空给灭了，对吧？追着他赶尽杀绝没有吧？那孙悟空武器一收，孙悟空跑了他就算了，他把门一关躲里面睡觉去，一点都不像说我要把孙悟空灭了，我来好吃唐僧肉啊，我长生不老，一点都不像，对吧？他纯粹吃唐僧肉，纯粹就是个借口，他就是来刁难，对吧？就是抓你们，对吧？你们不是太
天兵天将吗？对吧？把你武器给收了，孙悟空也一样，我就是耍你们玩，对吧？猫捉老鼠啊，这根本吃唐僧的只是个借口啊，根本不是目的，根本就没想着吃，找一些借口，对吧？你说，哎，我把孙悟空抓住之后，再把唐僧好好洗一洗，蒸着吃，是吧？所以说啊，都是这个，就是太上老君跟这个天庭啊，以及如来斗法，对吧？你们两个啊，让我吃了个暗亏，在车迟国把我的黑场给倒了。虽然是孙悟空干的，但是我认为肯定是你佛祖，对吧？是你受益的。完了，玉帝你也没干好事，对吧？你在这儿也是山下其手，对吧？那我就给你来一个，你让我吃暗亏，我也得还给你，是吧？所以《青牛经》这一集啊，完全是因为这前面乌鸡国以及车迟国斗法，这个老君的反击，老君觉得你这个如来有点过分了啊，然后你跟那个天庭啊，佛祖跟那个玉帝，你们俩人对吧？这么挤兑我，是不是有点过了？对老君敲山震虎，哎，就这意思。对等反击，孙悟空是不是感觉会被报复，所以没找观音？不是的，孙悟空啊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好。孙悟空为什么不去直接找观音，而直接找如来？这个是违反大忌的，你知道吧？对吧？按理来说，这个观音菩萨是最忌讳这个，他就希望孙悟空有事要跟他汇报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前面所有的啊，他都埋怨孙悟空来晚了，对吧？你先找别人，你再找我，你这不对，是吧？你有事要直接找我汇报。但是这一次我告诉你啊，这次观音是绝对不希望孙悟空找他的，对吧？孙悟空也清楚。首先第一个记住了，第一个这个前面是灵感大王鲤鱼精，这观音菩萨已经犯错了，孙悟空就认为啊，观音不就是胆儿这么大，前面已经犯错误了，已经被抓住把柄了，他后面马上又来一次，是吧？又来一次，这个有这可能吗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你前面刚灵感大王不是他的鲤鱼精吗？不是他搞的事吗？他也抢地盘呢，他也抢地盘，被孙悟空发现了，已经对吧？这个事情已经还在擦屁股呢，还在淡化处理，对吧？不能再整事啊。所以孙悟空认为这个观音菩萨不会干这事，你要干还得等一等啊，哪有他妈这干通天河干完，下一个就是金头山，又是观音菩萨整事，是吧？这是第一个啊。孙悟空他认为他就不找观音菩萨。第二个是什么原因呢？第二，孙悟空知道这个是后面是太上老君，孙悟空也知道，你以为他傻呀？孙悟空他当然知道这后面是谁，所以他直接找玉帝，找完玉帝找佛祖。你看他的程序啊，先报告玉帝，哎，玉帝马上，因为这个事太大了，因为这个是捅到天了，你知道吧？就到了就是叫穿透啊，到了背后，对吧？实际控制人那儿，这个事情前面的这个小崔吧解决不了，对吧？你找前面的这个人解决不了，知道吧？都已经捅到天了，所以孙悟空一看就知道，对吧？他在化缘的时候，他一看那个山，他就知道那个地方不是好地方，而且不是菩萨搞的，就是太上老君搞的，他已经知道了。所以他第一个报告的是玉帝，按照往常的程序啊，对吧？他是先找土地老爷，是吧？孙悟空一般的不是先拿棍子敲山嘛，把那土地神、土地老爷、山神敲出来，问他们这是哪来的妖怪？哎，山神告诉他哪来的妖怪。这一次他都不敲了，为啥？因为他知道你这山神都搞不清楚，就你们这，对吧？你这级别不，因为孙悟空跟他一打之后就知道这人不简单，不是一般的普通的什么干部家里什么啊工作人员，那绝对是吧？后面是通天的，这绝对不是普通权贵家的身边的工作人员了，这功夫对吧？这气势，所以说孙悟空立马找玉帝啊，然后完了之后找佛祖，他不找观音，为什么呢？孙悟空要找到观音，你说观音该怎么办？他还能打得过太上老君啊？他能还有办法？观音去找太上老君，太上老君会给他面子吗？这都是大佬之间对吧？对话对吧？都后面终极大佬之间谈判的事情。你这个你观音算哪根葱啊？你去找太上老君跟人谈，人理你吗？是不是啊？人家要的是你老大的一个态度啊，赔礼道歉。你让观音来赔礼道歉有啥用啊？是这意思吧？这老大对老大嘛，或者你派个观音来道歉，那算咋回事啊？所以你孙悟空如果找观音的话，实际上让观音为难。让观音为难了，你知道吧？反而说明孙悟空不会办事。那现在孙悟空不找观音，那观音是最舒服的，对吧？假装是观音都知道，他假装不知道。你看，反正你没找我，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这事跟我没关系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那就是相当于孙悟空把佛祖啊，把那个观音菩萨摘出来了。这观音菩萨很高兴，孙悟空会办事，知道吧？你要是孙悟空没头没脑的去找观音菩萨，那观音菩萨咋办？多尴尬啊！你说多尴尬？他是每次找观音，观音是不是都去啊？对吧？镇元子那这个黑熊精，对吧？哪儿观音菩萨第一时间去？那你说这个牛山青牛精这儿，你观音菩萨去吗？咋办？你不是带他为难吗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所以说你看孙悟空这一次他不跟观音说，那说明他是帮了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会感激他的。这个猴子啊，懂点事。老君麾下第一杀手只能老板接，不是青牛精不能算他第一杀手，青牛精只是老君啊随便出个难题，对吧？让你们反正你们得罪我了，对吧？让我不爽，我也让你们不爽。他就青牛精只是之一而已。因为老君我跟你说啊，手段多着呢，对不对？
手段多着呢。还有一个啊，后面还有啊，就是每一次啊，前面那个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，那是老君的这个2个童子，对不对？那老君怎么说啊？跟孙悟空说：“你把宝贝还给我。”孙悟空说：“你对那个手下管理不严啊。”老君说了：“你这不能怪我，是观音菩萨求我，对吧？求了3次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只能安排他们来，对吧？这是剧本嘛。上一次知道吧？是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，最后老君跟这个孙悟空说啊，不是我要弄的，是观音菩萨求我，让我来安排的，所以他安排金角、银角下来。但是这一次你看青牛精他不说了呢，他编个理由，他说啊，这个我这童子吃了药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还有一个，就这个太上老君布的这个局，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一个人很重要，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猪八戒，对吧？我说了嘛，猪八戒是道教的人，要想道教老君出这口气，那必须是有人要上当，对吧？如果是孙悟空的话，孙悟空不去化缘，对吧？如果孙悟空非要把他师傅几个人拎着直接绕过去走也没事，对吧？那为什么搞这个3个这个小背心呢？对吧？因为你想啊，他这个坑挖的就是针对猪八戒去挖的，因为猪八戒这个人贪便宜贪，如果是唐僧的话他也不要，唐僧他是对吧？别人东西他不能拿，这个沙僧的话那更傻，沙僧他没有态度，他也不会去拿，对吧？沙僧是随大溜，你拿我也拿，你不拿我也不拿，他不知道，所以这里面关键人物就是猪八戒。猪八戒第一个是出圈，对吧？这个孙悟空为什么画个圈啊？大家知道啊，孙悟空画圈的目的是什么？他在哪一期都不画圈，就这一集他们画个圈，实际上孙悟空也知道那是老君干的事。我在这画个圈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你井水不犯河水，对吧？我就在这儿，我师傅在这儿，你们别来，我画个圈，这是我的这个地盘啊！你要敢到我这地方搞，那我就给你如此往后，对吧？这就是红线呐，这就是普京的啊，地包老人画的红线，人家那是真红线啊，对吧？孙悟空画的那是真红线呢，对吧？你要敢过这红线，那我就给你如此往后，是这意思吧？他每一期哪一难他都没有画过红线，对吧？就是前面这一次呢，真的画的是一个红线呢，而且这是真红线啊，对吧？你要敢这个越着红线，那孙悟空就不客气了，管你是谁，对吧？不给面子，你不给我面子，我也不给你面子，这就是孙悟空的底线。结果你想想，老君置如撕破脸嘛，啊，老君也知道这个孙悟空，对吧？虽然他给他赋能了，对不对？金刚不坏，火眼金睛都是老君给他赋能的，他也死不了。你跟这人较劲，值得吗？是不是？就是老君你要跟这人较劲，得放不上。孙悟空画了个底线，红线，就是你不要突破这个红线就行。那最后怎么破的局呢？那不就是这个猪八戒干的吗？猪八戒把他领出去了，不在这红线之内，你孙悟空不好意思，对吧？所以说猪八戒是内应，对，猪八戒就是道家内应，关键的时候起这个作用。好，他去了那个房子里面，他又把那个衣服一穿，对吧？如果说唐僧他就不会穿那衣服，知道吧？就如果光唐僧他也不会出那红线，那太上老君不好去斗他们师徒几个人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这个就是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就是大家斗争啊，是斗而不破，不是破罐子破摔。所以你如果把它理解成破罐子破摔，就是你的智商有点低，你知道吧？你以为可以打，双方可以撕破脸，那不叫斗争，斗争是斗而不破，大家还有下一局，不是周桌子，明白吗？所以孙悟空他也画了个红线，对吧？如果你突破这个红线，那我就周桌子，咱就谁也别想过了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那老君一看，对吧？那犯不着啊，咱对吧？这个无非就是教训他一下，出气，那你犯得着周桌子吗？所以说你看红线不能破，是这意思吧？所以这个时候猪八戒就非常重要，破了这个红线，那否则的话你怎么弄啊？这局解不了，老君他也不能说派那个妖魔青牛精到那个红线里面把他抓了，那是不行的啊。沙僧做顺水人情，沙僧的装糊涂啊，这玩意儿是天庭，对吧？最好是天庭是夹在中间，明白吗？沙僧是代表玉帝的，他那是装糊涂啊。地包老人画的红线没用嘛，对不对？地包老人也在画红线，画了好多，有啥用呢？你看孙悟空画的红线觉得管用，但是孙悟空就骂这个太上老君啊，对吧？他也不客气啊，他说太上老君你没干的事啊，不要装。那太上老君也没办法，对吧？唐僧一点都不知道，这唐僧是肉胎啊，记住了啊，唐僧是繁体肉胎，啥也不知道。猪八戒在车迟国把三清像扔茅房，你前天讲的你没看是吗？我在前天讲的啊，专门解释了为什么猪八戒把三清的像扔厕所里面，完了之后他还对吧取代了太上老君，对吧？那也是说明猪八戒心里不满，心里不服，你知道吧？你说老君给他安排的是什么活？好，你可以看那回放或者看那个我剪的片子好吗？专门解释了沙僧悟性没那么好，那不是都是千年的妖精，怎么悟性不好呢？卷帘大将悟性不好能在做这个玉帝的贴身侍卫啊？
侍卫长、卷帘大将，那都不会的，他们是装糊涂已经到了，对吧？极致叫装糊涂，你知道吧？什么时候出手，什么时候不出手，那都是有讲究的。大智若愚，对，大智若愚，你这个说的对。沙僧跟这个猪八戒说啊，就是这个孙悟空啊，一路上给唐僧上课，知道吧？给唐僧讲这个佛法，一路上一有机会就给唐僧讲这个要义，对吧？讲这个心经。大乘佛法，然后这个猪八戒老是插嘴，猪八戒老讲他的理解，然后这个沙僧就会劝猪八戒说：“你啊，说我们俩人啊，嘴都笨，脑子也不灵光，你这个咱们俩人呢，把这担子挑好就行了啊，把这马牵好，这个啊教育师傅的事啊，就让大师兄去做。你看看，说不要惹得大师兄不高兴。哎，这个就是沙僧天天劝猪八戒的，你少说两句，你也不懂，瞎插嘴，到时候惹得大师兄不高兴，对吧？教育师傅这么重要的事情，让大师兄来干。沙和尚就想。躺到天庭，没事别找了。对对，你说的对，沙和尚就别出事，对吧？别整事，别妨碍他，反正最终的取经一定要成功，他要对吧？修成正果，对吧？他要回到天庭。沙僧最后正果直称是罗汉，这个就说明你对这个啊天庭这一套直称系统啊不太了解了啊。这个沙僧是卷帘大将，兼任啊这个佛教界的罗汉，对吧？兼任佛教协会下面哪个分会的一个会长，他是卷帘大将身兼多职，懂吗？对吧？在佛教那儿给他安排了个罗汉，对吧？天庭那边只是没提而已，天庭是恢复原职了，你知道吧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他原来的职位还得给他恢复啊，对吧？然后在这边兼，对吧？佛教协会啊是什么什么分会会长，明白了吧？这个你想不明白吗？那道教按理道教他也兼一个，对不对？或者叫宗教协会吧，那就更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他在天庭有职务，完了在佛教内部，在宗教界还有个职务，对吧？那你看这个，对吧？那你不就相当于现在你是对吧？省委书记，完了你还政协当个头，不就这意思吗？或者人大，对吧？明白了吧？对，各种或者叫对吧？宗教界，对吧？那这个那你怕头衔多是吗？最近作品很少刷到，你在 B 站刷好吗 ？B 站刷这个抖音上面好像是我上面5天不能传吧？抖音5天不能传，就因为我传的作品，抖音就被禁，你知道吧 ？B 站是不禁的，好吧？所以你在抖音上面花钱，不如在 B 站上花钱啊 ！B 站充电看，抖音也得充电，结果他妈抖音还节目他都不让你上，明白了吧？所以你在抖音上花钱，不是在 B 站充电。B 站是每天5个节目，它基本上是不会下架的，就基本上啊，就是1年没几个，特敏感的没多少啊，所以 B 站基本上是没什么限制。抖音就是字节这一块，应该是5个节目恐怕要至少干这俩，每天5个节目要干这俩，他就每天都干，明白了吧？我5个节目他干这俩，完了干多了他把我号给得禁言多少天。书里老君给玉帝行礼领旨，是不是作者搞的？没有搞错啊，互相给面子嘛。玉帝本来是管他们的，玉帝本来就是管他们，对吧？皇权在神权之上，这个知道吧？武则天定的啊，武则天定的皇权在神权之上，你不管你是道教还是佛教，你见到我的磕头，这是武则天定的。B 站是坦明书带您了解，好吧？对吧？表面上玉帝是他们的头啊，那老君给玉帝心里是对的，但是玉帝对老君那是非常这个尊敬，知道吧？花花轿子人抬人，对，花花轿子众人抬啊。所以说你看啊，青牛精这一集，我这么一说，大家明白了吧？那就是太上老君他的黑场被这个孙悟空倒了之后，他可不管，他认为你这是玉帝和如来你们俩人做的局啊，给我穿小鞋，对吧？给我找不痛快，那我也给你找不痛快。但是这种斗争也不能斗破了，对吧？大家表面上还得承认西天取经啊是个重大工程，形象工程，对吧？这个国家重大工程不能失败，但是斗还要斗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就是你把佛教引进来，你不要打压我道教，不要太过了，我也反抗，对吧？老虎不发威，你以为是病猫是吗？玉帝是红军老祖的童子，你是《西游记》上说的还是哪儿说的？我们说《西游记》好吗？我们说《西游记》原著就在《西游记》上说，你扯到《封神榜》上面那就没意思了，知道吧？那我要扯个别的书，那这玩意儿就扯不清了。咱们就《西游记》说《西游记》啊，《西游记》原著，对吧？你不要扯那个《封神榜》《封神演义》什么《山海经》，那就扯了，你知道吧？皇权高于一切，没毛病，皇权高于一切，对你佛教、道教啊，什么教那都是为皇权服务，好吗？